来关心两岸的局势有较紧张。5日控到伫要上任的正副总统赖清德和萧美琴，因伫昨昏是去国防部听秘密简报，而且嘛以未来总统、副总统的身份入去指挥所。有风声讲，前海委会主委李良伟嘛有伫现场参与，也是在场唯一的民间人士。即摆有人风声讲有可能是要来接国防部长，或者是分析讲国防部提早替赖清德补充两岸的局势，对赖清德安排外交抑个国防的人士是真有帮助。宪兵伫大门口抬兵，准总统赖清德的车队下昼2点外，来到国防部车身卡庙的挡掉赖清德团。下昼讲看不到随行人士，真的是准副总统萧美琴的车队早一步到。两个人制作的目的就是到国防部听机密简报，了解台美军告重大建军进度，尤其赖清德也搁创下准总统的先例。入到衡山指挥所时到。赖清德听话简报，大批车队开往俗称山洞，负责掌握敌情的衡山指挥所瓦解解套。国防部提前和赖清德了解两岸情势，国防部当充分掌握强军动态。另外，团组误会人员，包括前海委会主委李良伟、国防部这年精选的声音未细，而且分析赖清德的国防外交人数安排，美国也高度关注。美方呢希望两岸呢最近呢应该是要平稳过渡，所以平稳过渡当然就是主要是520啊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当然美方的这个关注，那台湾这边呢也必须有所回应。那所以我说，这个赖清德进到这个衡山指挥所呢，可能也是给美方的一个回应。参访汉翔公司是到高教基线线，赖清德了解国际各自的运作现况，强调国防甲经济是支持台湾人两大条就定了后，会继续推动产业发展。在520上任之前，我必须善用时间一方面掌握国防、国安、外交跟两岸的各项事务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必须要跟台湾的各大产业能够座谈，听大家的声音。两岸情势严重，国防部采取精确攻击6架次机中飞过海峡中线2架次，共南7架次钓台。另外，中共初3会发射火箭向西太平洋方向飞行。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，国军会严密监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